夫君，呀！我要喝交杯酒，我要娶妾，我要娶妾，我要娶妾呀！王家列祖列宗在此，不要逼迫王兄娶妾。王家列祖列宗在此，不要逼迫王兄娶妾。夫人，怎么醒了？夫君，我做了一个噩梦。啊？什么梦？好了，别怕啊，我在这儿呢。睡吧。王家列祖列宗在此，不要逼迫王兄娶妾。来，老四，让姐看看，真好看。哎，就那么回事儿呗，不就走个过场。你怎么了，姐？我以为是个梦。什么梦啊？没事。其实昨天我也做了个梦。酒席都备好了，回小侯爷，酒席都备好了。切叔，你确定这事儿除了咱们家人，没有人知道了吧？小侯爷放心，没跟任何人提起过。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啊，兰陵公主驾到啊！不知公主远道而来，有失远迎，还请公主恕罪。子豪太客气了，我今天来就是为了看看你跟你家那两位夫人。不过看起来侯府今天有喜事儿啊。不知公主是从哪儿看出来我们府上有喜事儿？从子豪的脸上。公主，您真是料事如神。我们侯府确实今天要娶一房妾室，这房妾室你也知道，而且交情还不浅呢。栓子，你是不是还有活没干完啊？无妨，说。就是陈家老四。哦，那不是你的小姨子吗？子豪，你真是艳福不浅啊！哎呀，没有，哪有？本宫今天来是为了内府向你家订了一批酒花玉露的事情，有一些账目的问题要跟你商量商量。上次不是商量过了吗？借一步说话。切叔，一会儿大门别关，开着。哎，这是为何呀？接接喜气，吉利。哎，好。吉利。王子豪，你可真行啊！悄无声息地迎娶第三房，还是你的小姨子，这事不能怪我呀，这都是夫人安排的。还敢怪到你夫人头上？我看根本就是你色迷心窍，惦记完你夫人的丫鬟，又来惦记小姨子了。你可真是能人啊！兰兰，你看你又不是不了解我，我不是那种色迷心窍的人啊。哦，子豪，你还真的提醒我了。当年你家有二美还不够，却又来招惹我，你还真的不是色迷心窍啊！公主与众不同嘛，勾搭公主属于为爱痴狂。夫君还真会说。兰兰，干嘛？又会叫夫君了。哎，你呀，本来我听闻你要迎娶老四，这心中气急，今天特意来你府上，就是为了给你捣上一乱的。没想到见到你人之后，心中的气竟然消了大半。哎呀，公主嘛，出身皇室，气度非凡。别净说好听的，我这心中的气虽然消了大半，但是你还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。今天不许和老四圆房。为什么？不许就是不许，很难办到吗？
你只有这一个条件吗？不像是那种得理不饶人的人吗？好吧，我答应你，而且我答应你，不止今天，夫君为何答应得如此爽快？因为我只对你一个人色迷心窍。夫君今日纳老四为妾，可谓亲上加亲。本想大宴宾客，可国难刚止，不易张扬，所以只能自家人一起吃顿便饭。兰陵公主虽是外人，但与王家也算熟络，请公主还不要见外。不见外，请王夫人放心，本宫今天一定不见外。夫君，和老四喝个交杯酒吧。喝完交杯酒，老四就是你的三夫人了。哎呀，不着急嘛，我都饿了，要不然大家先吃点东西吧。怎么不急呀？赶紧完事儿。夫君怎么不举杯啊？夫人，还是再等等吧。等什么？二女，你看见什么了呀？列祖！列宗，全来了。你们说什么？不同意我们这门婚事？为什么呢？我跟老四，我们是两情相悦，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呀。就是不同意。不行，我不可能听你们的。我们是自由恋爱，好功夫。往下看。老四，我现在就要跟你喝了这杯交杯酒，喝了这杯交杯酒，我们就是夫妻了。来，手，怎么了？夫君，不行，我要喝交杯酒。不行，怎么了？喝交杯酒，不行，喝交杯酒。你要带我去哪儿？去哪儿？不去，我死也不去。我哪儿也不去。别叫了，我哪儿也不能去。我是一个风情自由的人，我的座右铭就是我行我素我做主，敢爱敢恨不怕输。夫君，我要喝交杯酒，我要娶妾呀！我一定要回来，一定要和你喝了这杯交杯酒。你锁我的喉，要我死，可能我也练过。什么？除非有人反对这门亲事，要不然我死也不会取消了。我反对，我们不娶了。夫君，我们不娶了啊！我刚才这是怎么了？刚才好像这只胳膊不是我的了。夫君，你没事吧？多谢夫人，多谢夫人救了我。幸好我及时了了这门婚事，乖。我可以先吃点饭吗？来，赶紧吃。太饿了，太他妈累了。你也没事了？没事啊，夫人。哎呀，你说咱俩这戏演的，哎呦，你说咱演什么戏呢？还演戏，谁看咱呢？走，回去喝酒去啊！哎呀，走。经理，你真的没有嫁给小侯爷吗？没有。那经理怎么了？不会失落吗？哎，这嫁不嫁就是个称呼的事儿，有什么好失落的？经理，你真是我大唐奇女子啊！哎，不，我可不算。要说奇女子，上次赈灾那会儿，我是真遇见一位。哎，什么样的奇女子？快说说。这位奇女子，
四姑娘，这是账本，四姑娘过目。胡账房算的账我再信不过，还能信谁？那今天就先这样，账房也先回去休息吧。那四姑娘，我还得去账房看看，这么大笔钱粮，再让贼人惦记了。好，四姑娘，那老身告辞。行，账房慢走啊。车生，你有没有良心？这是赈灾的钱。我不是来偷你们赈灾的钱，那你来干嘛？数数钱够不够，让没让你们贪污了去？别拿我们侯府跟贪官污吏相比，行吗？无商不奸，无官不贪，自古的道理。你有毛病吧？我跟你说了半天说不明白呢。你是不是有病？你是不是傻？你是不是脑袋让驴踢了？就非得说我们家发国难财你才甘心是吗？静。陈家四小姐，别急别急，好好说。你知道我名字？身为一代名侠，我当然得去调查清楚目标的名字了。那你就不调查清楚了，我们侯府是不是奸商？我这不是正在调查吗？好好查吧。别动，你要干什么？账本给你好好查去。